当一个人内心快乐时，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轻盈而有活力，磁场随之变得强大，吸引着更多的美好与幸运降临。快乐的人散发的能量总是积极向上，因此周围的一切也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情绪愉悦时，无形之中便会与好的事物共振，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奇妙之处。越是轻松自在，越能让运气变得顺遂。每天都要夸自己，哪怕只是一点点进步，也要给自己掌声。当你不断肯定自己的价值时，你的内在能量便会持续提升，眼中的世界也会变得不同。正向思维能够改变内在的频率。当你学会欣赏自己时，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中更优秀。很多时候，焦虑与不安只是源于对自己的否定。当内心足够强大时，便不会轻易被外界影响。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越是放松，结果往往越是超乎预期。当你专注于当下，享受过程，反而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。越是刻意去追求完美，越容易适得其反。不如顺其自然，让一切回归最纯粹的本质。真正的魅力来自于自信与自然。刻意讨好与勉强迎合，反而容易让人感到疲惫。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方向，人生的路是自己的，没有人有义务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。与其花费精力去改变别人，不如专注于提升自己。真正的智慧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，也让自己活得自在。与人相处最好的方式便是彼此尊重，给对方空间，自己也不必因为别人的行为而影响心情。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担忧是没有意义的。与其陷入焦虑，不如好好把握现在。当下的努力才是决定未来的关键。过度忧虑只会让人错过眼前的美好。人生无法预测，与其担心不确定的未来，不如珍惜此刻所拥有的一切。事情无法掌控的时候，就学会顺其自然。人生中的很多安排看似偶然，实则冥冥之中自有最好的规划。过于执着反而容易让自己陷入困境。当你学会放下执念，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便能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生活。过去的错误不值得反复自责，真正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，然后放下。过去已经无法改变，未来还未到来，最好的选择便是让自己从经验中学习，然后轻装上阵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关键是如何从错误中成长。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最终都会成为人生旅程的一部分。所有的经历，无论好坏，都是在帮助我们成长。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提升，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。当你用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发生的一切，你会发现，即使当下看似不顺的事情，最终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，每一次经历都有其价值。无论结果如何，都在塑造一个更强大的自己。当你学会用开放的心态看待所有经历，你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平静，快乐便会随之而来。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正能量，周围的运气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好。世界是一面镜子，你如何看待它，它就如何回应你。当你学会珍惜自己，学会顺其自然，学会活在当下，你会发现幸运一直都在，只是以前的你没有发现。快乐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来自内心。当你真正懂得让自己快乐，生活也会回馈给你更多的美好。快乐是一种选择，当你选择用轻松的心态面对生活，人生便会变得越来越顺遂。每一个瞬间都是全新的开始，每一天都值得用微笑迎接。快乐是最强大的磁场，当你学会让自己快乐时，所有的幸运便会不请自来。拥有快乐的心态能让你的思维变得更加清晰。当一个人感到愉悦时，做决定的方式也会变得更加理性。忧虑与恐惧只会让人困在负面的循环里，而真正能让人前行的是内心的积极力量。当你愿意选择快乐时，世界便会为你打开更多可能性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，人生自然会给你更多的回应。快乐不仅是一种情绪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当你懂得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挑战，困难也会变得不那么可怕。当你选择相信自己，一切都会变得顺遂。当你内心充满喜悦，所有的机会都会向你靠近。学会让自己快乐，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课题。当你用积极的视角看待世界，世界也会回应你同样的美好。生活本该是轻松而愉悦的，当你不再纠结于过去，不再焦虑于未来，学会珍惜每一个当下，你会发现快乐原来一直都在。当你愿意拥抱快乐，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美好。让自己轻松一点，让心情愉悦一些，所有的幸运都会自然降临。当你真正懂得珍惜自己，生活也会回馈给你最美好的礼物。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每一刻都值得微笑迎接。快乐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，
当你懂得让自己快乐时，你便拥有了最强大的力量。